间打过，没有吧？曾经打过，我把那个凑起来哈，一个疗程肯定是当初的一个疗程，而且他那时候要治要啊，我妈是啊不用没打，啊没打完，在他现在还有抓蚂蚁啊，就可以了。啊，这个我这里我就是，啊，当时你若袂当调，都怪我哈。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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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都在打。伊即摆无去台大看了，台大若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时间要到啊，请咱准备心来敬拜上帝。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应得的荣耀归予伊，提供物进入伊的门口埕，遐咱三角吟诗来学罗上帝。圣诗第113首，圣诗第113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我唯一倚靠，所羡慕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痛。阮一切挂虑，求你来投放，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第13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死地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再来交托启用文，今仔日要读的是启用文第29篇，伫圣诗的1051页。启用文第29篇，也就是诗篇119篇。咱三个来启用，行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三脚额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的上帝，今仔日是你所设的圣日，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毋望阮的资质，毋若是照例举行的聚会，乃是阁一摆听到你的调唤，阁一摆伫你的面前谦卑找求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清洁阮的手，炼净阮的心。除去一切隐密的罪，甲心内底的杂念，互阮会当用清洁、诚实、受教的心，徛伫你的面前。毋望你的真理，毋若是去互听见，乃是进入到阮的内面，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行伫正路的顶面。亲爱的主，当年你呼召以色列百姓伫旷野中为你建造居所，今仔日你也同款自即阮，要伫阮即群外召的中间，要建立圣殿。主啊，阮承认阮所有的一切，包括阮的才能、时间甲财富，拢是对你来的。求圣神亲自运行伫阮的中间，激励阮有甘心乐意的心。愿阮今仔日毋若是带着身躯来到这个所在，搁较是带着智慧的心，
将上好的敬拜当作礼物献予你。求你建立阮今仔日的敬拜，互即个殿充满你的荣耀。主啊，中东的战火不断，求你怜悯，求你消除各国族各族中间的偏见甲仇恨，将你的和平赏赐予迄地的百姓，互战乱早日来平煞。主啊，阮也要将阮台湾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看顾咱的国家安全，赐予社会安宁甲和平。求你带领阮国家的前途，互百姓伫稳定中来过日子。阮的中间若有身体软弱、心灵有问题，求主亲自来安慰甲医治，互因经历你的看顾，赏赐因有平安甲喜乐，重新得到快乐。主啊，阮也要求你坚固种植同工的心志，亲像当初建造会幕的工师，使互因有智慧，行事合宜，侍奉有力。愿因所做一切，拢得到你的欢喜，诚侪教会的祝福。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赞美圣歌队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查阮心神来称赞》。
下面讲受上帝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在伫旧约出埃及记35章第4节到19节。出埃及记35章第4节到19节。和合本是伫113页，台语汉字版是伫98页到99页，现代中文译本是伫113页。出埃及记35章第4节，摩西对以色列人全会讲：耶和华所吩咐的话是安尼讲，恁中间着摕礼物献予耶和华，既若心愿的，通摕伊来做献予耶和华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的料、油梯、山羊毛、染红的羊孔皮、海狗皮，就夹茶顶点顶的油，芳的料通做抹的油甲芳香。红马鹿甲白羊的宝石，通镶伫以福德甲宝挂。顶中间既若心有智慧的，拢着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伊的布柄甲伊的挂。伊的钩、伊的板、伊的环管、伊的条、伊的锯、柜，甲伊的管，是阮所甲压榨的丈梨，倒甲伊的管，甲伊的器具，甲摆列的饼，点光的灯台，甲伊的器具，灯盏甲点光的油，香筒甲伊的管。抹的油甲芳香，以及会幕门的门帘、小祭的坛甲伊铜的网，甲伊的管，以及伊一切的器具、洗肠的盆甲伊的座、场围甲伊的条、伊的具甲场门的门帘、会幕所定的灯。甲场所定的灯，甲因的锁，前工的衣服，伫圣所穿来服侍的，就是祭司亚伦的圣衫，甲伊的囝的衫，穿来担当祭司的职。圣经读到遮，咱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互上帝使用”，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圣，咱先做伙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愿感谢你，你每一日用你的圣神引带阮，保守阮，互阮每一日会伫主你带领的下面，愿得到主你保护。阮也有主你恩典的守护，所以伫主日的早起，阮组织做伙同心敬拜。阮用诗歌学到你，阮透过祈祷，甲主你讲话相时，阮也要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互阮通过主你的话，无论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求主你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耶牧师有讲过，咱在座若是一个对细汉就信主的，咱伫囡仔时代，无论是主流的老师、团契的辅导，也是教会的牧师，伫一年的开始教咱讲，爱开始读经、读圣经，对创世纪开始读。
我想咱大部分细汉的经验，就是读创世纪有真侪故事，真深刻，咱也读甲真欢喜。到伫出埃及记的头前，哇，也是即个故事的部分。但是到伫开始记载着上帝透过摩西将这个律例、这个指示来交托互以色列百姓的时阵，咱就开始哪读哪拄句，变做一直重复。有时阵我想讲，新年新希望，今年要读圣经，每一天读一章，但是拢是到伫出埃及记，会差不多1/3开始，就感觉这个律例，然后写这个遮尔幼的物件，读了就放弃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律例啦，即个上帝的指示，这个真幼的所在，我就想到一项，咱若学煮菜吼，爱会晓看食谱。你若煮菜有心识吼，感觉煮菜真心识吼，你读迄个食谱，你会读出物件。想讲吼，咱细汉吼听宫保鸡丁吼，拢是毋知影迄啥物物件啦。啊，你若真正有去编迄个食谱出来，宫保鸡丁一定有啥物？除了鸡肉以外，还有啥物？土豆嘛，啊，你袂当讲吼，你带长辈去食饭，啊，你的长辈讲我无爱食土豆，伤油，结果咧，你点宫保鸡丁，啊，你若爱煮菜的人吼，就会记住，就是宫保鸡丁，就是爱有土豆，这无错嘛，宫保鸡丁的宫保意思的土豆，所以我意思讲其实咱对遮的旧约，遮的讲到上帝的指示、上帝的命令，也是遮个律例的时阵其实咱就是爱看出真内底有啥物，咱会当学习的信用道理。亲像宫保鸡丁一定爱有土豆，所以食土豆过敏的人，千万莫点菜点宫保鸡丁。你袂当讲宫保鸡丁一份，不要花生。安尼迄个头家感觉讲这袂晓点菜。啊，咱若爱食土豆的，安尼就点宫保鸡丁。这就是遮个上帝的律例，咱会看出这其中有伊真重要的意义。亲像咱拄所读出埃及记35章，但实际上伊是线接着出埃及记25章到27章。记载上帝交代摩西爱教导以色列百姓。25章到27章就讲到这个起造会幕，这个寸尺材料用啥物，要安怎来摆设，以及起好会幕了后，要安怎来献祭。到第35章就开始讲到要实际来起造啊，就是开始记载起造的过程。所以，咱伫25章到27章，咱讲到材料的部分，这个设计图要安怎，搁来咧，这个要献祭的这个规矩是啥物？到底实际来起造，这就亲像咱做计划，若无实际来进行，安尼拢是空空。35章就是讲做实际起造，起造就需要啥物？画设计图可能几个工程师就会使，但是真正起造咧，咱隔壁迄都更民园都更案，咱就知影。每一个工程的过程，拢真侪工，爱请真侪工人。若无遮个做工的人，遮个有技术。当然即马无绑迄个铁机啊啦，即马都用迄个工架，
但是咱若有兴趣去看，才会即个师傅伫遐做真正有时阵真钦佩因。讲到做工，咱就爱透过今仔日咱所读的35章，咱爱学习到上帝就是爱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爱将上帝所收赐的恩赐运用伫起造会幕。会幕就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敬拜上帝的所在。同款的，咱伫咱的教会敬拜上帝。今仔日咱每一个基督徒也爱将上帝所收赐予咱、所予咱的恩赐，爱运用伫起造即个基督的身躯，就是咱的教会。当然，咱毋是迄起有形的建筑物，但是咱为着要爱照上帝的命令来敬拜伊，来经营运作咱的事工进行，其实咱拢是付出伫起造即个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但是咱大圣就爱对出埃及记35章爱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人是互上帝所用？有时阵咱拢会，尤其是长老教会，咱会分当职无当职。但是咧，今仔日咱所读出埃及记35章，讲到什么？人人拢有份伫起造上帝的身躯。所以咧，35章第4节就讲啊清楚，摩西上帝交代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全会宣布啦，讲耶和华所吩咐的话是安尼讲：恁中间着摕礼物献予耶和华，全会以色列人全会讲。所以人人拢有份，人人拢有份，毋是讲干那长老，毋是讲干那遐会有大家看会到的任务，是全会全部的以色列百姓。然后35章22节，其实也有强调什么？既若出伫心欢喜的。出对心欢喜的，搁来咧，查甫妇人人拢来，无分查甫查某，意思讲拢无分，大家只要心甘乐意。所以，什么人是互上帝所使用？就是你我咱每一个基督徒，无分男女。无分年龄，无分你的专长，人人拢有份。但是真强调的，这是出埃及记，会当讲规本圣经所强调的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这是重点，甘心乐意。所以有时阵咱难免，咱身躯健康有受限制。有时阵，咱加减咱情绪起落落，难免。即当阵呢，其实咱爱互相体贴啦。有时阵爱互相体贴。身躯的问题，也是有时阵咱即当阵爱互相体贴，心甘乐意上重要。心甘乐意，甘心乐意。过来，也强调就是咱的态度。拄则讲的，甘心乐意来服侍，甘心乐意来献出，讲到就是态度。所以第10节安怎讲？恁中间既若心有智慧的，拢着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做耶和华所欢呼的，一切所欢呼的。这讲到啥物？甘心乐意以外，咱阁爱有迄款的定真。有时阵咱小型教会，咱讲从有开始，但是咧，咱讲咱西湖教会嘛超过40档啊咯，若40岁迄已经若讲到查甫囡仔就东男子汉啊40几岁啊咧，有时阵咱来开始想，毋是有就好，咱阁爱学习，做耶和华所欢呼的一切，开始咧做所欢呼的，上帝所欢呼的，这第一步有就好，过来咧，咱就爱欢呼的一切，就是爱定真细节，咱开始就爱有要求啊，自我要求啦，毋是要求别人，自我要求。所以顺服上帝的旨意，咱爱有定真的态度，爱注重细节，亲像上帝交代摩西所讲的，就是做耶和华所欢呼的一切。所以袂当做头无做尾，袂当看会到的做，看袂到的莫做。会记即几当前我看迄个探索频道，探索频道有一个系列的节目是讲着迄个航空的迄个灾难啦伊就讲一个故事，师傅修理飞行机，咱知影螺丝迄拢有编号，迄个伊的迄个厂内底拢有编号，几号就是几号。一个师傅要找螺丝啦即个号的螺丝就拄好无啊！伊这样有经验，伊就太有经验。伊讲即号无另外一号其实锁会入去。结果咧，寸笑其实迄个牙其实拢有差别，所以因牙甲伊锁入去了后，迄个飞行机有所在闭去。后来咱知影飞行机伫天顶迄个压力的变化所以咧发生代志，一个螺丝无定真，就造成真侪人失去性命。这就是当然咱教会无遐尼严重，但是有时阵对有就好，咱要安怎久久长长可能就是爱开始所以真鼓励想讲咱4月份顶个月，敢毋是甲咱隔壁教会有一个联读的一个礼拜其实咱加去看看的透过即个联合的活动，中会联合的活动，咱教会联合的活动，也是咱去社区参与社区的活动。你看，咱看别人，有时阵你会感觉讲伊做这咱无想到，伊安尼做，其实咱爱进一步，爱到伫遮。有时阵即个咱有开放的态度，搁爱有一个做耶和华所欢呼的一切，即款的定真。为什么？这也是态度的问题。态度的问题，等者会讲到。过来咧，第21节35章21节，也有讲到。讲，既若受感动，对心欢喜的，拢总来摕礼物献互耶和华。重要的就是啥物？受感动，对心欢喜的，受感动，对心欢喜。真正，这讲到一个热情，上帝意爱咱的服侍是充满热情的。当咱有热情，咱才会愿意委身伫所做的服侍顶面。所以有时阵咱难免做到流汗，互人嫌到流烂。但是咱若知影咱迄个感动的来源，所以有时阵回到初衷真重要。所以
也无输进前有分享过，每一遍都想到迄个吼，咱知影主日学有时阵无拄拄做甲大人做伙做礼拜，然后咧，哇，主日学老师伫迄个5年6年开始带来做礼拜，哇，迄圣诗哪遐好听啦！我迄当阵感觉，这圣诗好听咧，做伙唱，唱台语，开始学唱台语。台语就安尼慢慢学起来，一字一字开始学。上帝，上帝就是上帝，高兴就是欢喜，安尼慢慢练起来。所以一个好处是啥物？开始到伫初中、高中、大学做兵的时阵，真干啊！你怎么会讲台语？你不是台北人吗？我感觉有时阵。咱迄个初衷，哇！来做礼拜，圣诗哪遐好听？来做礼拜，哇！迄真好诶，真受感动诶。慢慢迄款诶初衷，你想着你为虾米坐伫遮，一定有当时诶迄个感动，心受感动，心欢喜，这是真重要。过来咧，多多所讲。多多所讲的，就是明白咱服侍的对象是上帝，毋是为着家己在做。咱看到出埃及记的这个段落，讲到起造会幕，讲带互耶和华的礼物，也是华语和合本，讲耶和华的礼物，耶和华的礼物。咱知影旧约内底讲。拢会有提起一个概念，上帝手术，上帝提起，约笔记，这代表啥物？代表就是一个用感恩、用上帝恩典的眼光来看任何的代志。我知影，因为也无算嘛50岁啊，开始有些中年危机感啊，嘛听济嘛看济。有时阵到一个年纪，你会感觉讲我努力打拼，当时这个做偌好，但是到后来安怎，我即马回到原点，有时阵咱爱想上帝手术，上帝提起；耶和华手术，耶和华提起。上帝手术咱伫过去咱迄个风光的时候。享受那个风光啊，得到那个成就感啊。就算讲到后来，无论是咱年纪到爱退休，无论后来咱可能时机不好，还是讲后来咱不得不健康问题，咱可能对伫某一个事业有形的事业来看是回到原点，但是咧。咱敢爱感谢上帝，互咱伫迄个风光的那几年，其实咱享受到成就感。上帝迄几冬手术咱，互咱过啊真丰富。就算讲今仔日，咱可能过去种种，今仔日好亲像拢回到原点，但是咧，咱也爱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所以这个服侍的对象是上帝。当咱用上帝做中心，毋是用个人做中心的时阵，有时阵做代志，咱不只是看会开，咱阁会当看到上帝的恩典，阁会当用实际的感恩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手术。就咱所讲的上帝手术。耶和华手术，耶和华收回，这个短这句话其实真水的话。所以后礼拜是母亲节，咱在座真侪人老母无伫这个世界咱感恩，咱感谢是感谢上帝什么？感谢上帝伫迄几十冬中间。上帝手术咱的老母，虽然讲今仔日
咱在座真侪兄弟老母已经无伫即个世间，但是咱敢毋是感恩，就是感恩上帝手术迄几十冬，咱的老母安怎互咱体会到上帝的疼？曾经拥有，咱嘛爱来感谢。所以35章21节的后半段，隆重摕礼物献予耶和华，用来做会幕的工，甲一切的路用，也用来做圣衫。所以咧，咱服侍对象是上帝，是归乎上帝来用，毋是为着，毋是干那为着什么人，什么普通人，伊会为着要满足伊，为着互伊欢喜，为着互伊莫受气，毋是。那安尼会足忝。重点是为着上帝，咱做这一切，咱献出这一切，对象是上帝。因为咱深知上帝疼咱，上帝手术，所以今仔日咱回应上帝的疼，咱献予上帝，表达咱的心意。所以，敢会记几礼拜前也无需要讲到，母亲节要到啊！当然咱在座，好，送礼物的行动，敢是对方有欠？常常毋是。是安怎表达心意啦？这就是送礼物，献予上帝的礼物这两字。礼物，咱送礼物，毋是对方有欠，是因为咱要表达咱的心意。这也讲到奉献，这就真重要。所以袂当讲教会有钱啦，无欠我这啦。表达心意，这是送礼物的意思。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嘛。有亲像耶稣书即款少年的50桶岁尔。今仔日我若有一个少年人讲爸母因退休月退俸啦，比我搁较好呀啦，咱毋免送啦，伊无需要啦，安尼，咱社会上会讲，这个少年人是不好，对吧？无情无义，应该是安怎？我表达心意，所以母亲节到了，准备礼物送给母亲，表达我的感恩。对伫人是安尼，对上帝同款，所以短短一个字。互耶和华的礼物，这短短几个字尔，但是这真深的意思，服侍的对象是上帝，咱毋是为着家己去做，咱是为着上帝，因为上帝疼咱用行动回应上帝。过来。上帝会亲自来陪伴伊所要使用的人，所以30节、31节都有强调什么？强调讲，上帝其实已经提名呼召，才爱负责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起造会幕。也是教因安怎来起造，所以才提起讲，这个服你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勒，讲上帝提名调伊，阁有上帝的神充满伊，互这个比撒勒有智慧、有聪明、有才目、有做一切。真好的工的才能，所以上帝亲自陪伴，上帝会陪伴。过来，咱就爱思考，对伫出埃及35章，咱爱思考，好，咱大家拢有分伫上帝的工。过来咧。上帝要安怎
来使用咱。第一，上帝予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个别的恩赐拢会当发挥。所以22节安怎讲？22节，既若出伫心欢喜的查甫妇人人拢来，将无共款的宝贝拢来献出。所以有人诶是金，有人是银，有人是铜，然后咧有诶人是茶，造结茶，拢有无共款。咱知影金是上有价值，银也真有价值，铜即马也真有价值，但是是有差别。然后茶，造结茶，这个无共款。然后有人咧献出双手，所以咧25节讲到，既若心中有智慧的妇人人，就爱亲手捧子，献出工。所以上帝予咱每一个人，咱家己无共款的恩赐，拢通发挥。所以毋是基督徒拢真有迄个气力、迄个声音来参加圣歌队，但是咱有兄弟，就是献出工拜六来摒扫礼拜堂，有够插花。有美术专长的插花，咱的即个广告，咱的迄个一楼的迄个布告栏，哪来哪水，这拢是上帝使用咱。所以咧，这就讲到咱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信仰传统有一个真重要的，咱讲到奉献，毋是干那讲到金钱。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讲的奉献叫做三献：献心、献工、献金。献心呢，所以咱爱为着教会来祈祷，咱为着教会遮的服侍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教会每一个聚会来祈祷。咱将咱的心思来献出，献工都讲到，咱有逐款的事工需要，咱拢会当来参与。现金当然这就是咱直接会想到的教会的需要。但是无论咱的恩赐是怎样，上重要就是咱爱知影。这拢是对上帝的圣神所来，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使徒保罗讲，恩赐有多多，是出对同一个圣神，所以咱也袂当欠缺彼此的尊重，就是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恩赐，无共款的才能。有个人做的是大家看会到的；有人咧做的是咱无拄拄大家看会到，但是大家拢共同来努力，来付出，来将上帝授予咱的恩赐用伫上帝的用途。所以，上帝的圣神授予咱这一切所有的才能，也是咱所有的资源，互咱会当亲像比萨的有知识甲才能。这35章有讲到31节，也是阿荷利阿伯有教导人的能力，大家分工，彼此扶持。彼此合作，所以上帝也予咱西欧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咱予咱会当陪伴咱所有个人的特质，咱有对伊来的智慧，
有对伊来的聪明、才目、即个能力，甲教导人的温顺，这是出对上帝为咱所备办的。过来，咱也要知影，就是呼召人的是上帝，呼召人的是上帝。所以，毋是讲今仔日咱较特别，也是今仔日咱较安怎，所以咱有份伫上帝的工，这是上帝呼召。当然，上帝会透过侪无共款的方式来呼召咱，有可能是透过咱长老教会内底透过投票，有时阵是透过咱拄着一项代志，拄啊好，咱会当来付出。有时阵是透过一个兄弟啊姊妹，甲咱提醒，也是甲咱鼓励，也是甲咱引带，是上帝去呼召人，这是真重要的。上帝提名召咱，亲像上帝呼召比撒勒，这是35章内底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技术。会当起做会幕的一个领导的以色列人，上帝也照伊的旨意来使用伊所呼召的人。所以有的人是做领导，有的人是付出心力来军队，有的人做的是大家看会到。有人做的是别人看袂到的所在，上帝引带带领来做，这拢是上帝知影咱所会当，咱所有即个有教业通做的，上帝拢知，上帝拢知。这是这个New York 这个出名的真出名的相片。我是讲这个做工啦这出。过来，你我既然拢是上帝所使用，所以重点咱爱清楚几项代志。第一，咱爱清楚明白，咱是为着什么来付出。为着什么来付出？所以拄到所讲的，摩西交代以色列百姓，爱提礼物予耶和华，然后将耶和华的礼物带来。所以咱清楚，咱为什么做这一切？伫教会服侍中，咱甲代志做好，毋是要满足咱家己。互咱有成就感，这毋是上重要的。当然，这是一部分，咱莫否认，但是这毋是上重要的。这是一切人拢是为着上帝来做，是为着上帝来做，毋是我做这哇，我真有成就感，大家拢看会到，大家拍步啊，毋是。是为着上帝来做，这是上重要的。所以上帝，什么是上帝通欢喜？什么是上帝所喜爱？咱爱做的，这较是这个咱爱思考的，毋是为着个人。当为着个人的时阵，这会做啊真辛苦，有时阵咱这查经的时阵，拢会讲着这嘛。真侪伫教会服侍、专职服侍的牧者，到后来家己精神出问题，为什么？就是掠袂牢，为着什么来做嘛？为着个人，结果咧变做真侪的情绪勒索，变做真侪伫遐勉强，你勉强我，我勉强你，也是情绪勒索。今仔日激面吵吵，会议就惊。会友就感觉牧师是安怎，所以大家就紧张，结果大家拢活伫无健康的中间。当然，咱若知影为着上帝来做，
耶和华守事，所以咧，咱献互耶和华，因为上帝听我。用即款心态，你就会感觉讲，毋是过去，毋是为着讲啊，惊啥物人受气，为着讲啊，为着我，亲像迄政治人物共款，做啥物若万一若做啥物，敢若想讲是啥物要好看，煞变做就是鸟鼠，到处拢鸟鼠。敢若想讲我要好看，穿水水，然后咧，哇，袂输名册共款，啊正事拢无做，结果就是鸟鼠。咱就是活伫即个时代，就是真侪人毋知影家己是为虾米来做。当然，清水沟啊，无人看会到啊。真侪政治人物，清水沟啊，清半步，选举嘛是落选啊，袂当连任啊，所以咱讲什么伟大的市民什么的，我袂记得迄什么话，清水沟啊，将即个环境创得好。啊，无人看会到，也是无人会记得，甚至讲规工咧做工程，害我生理袂当做，结果做市长袂当连任，然后迄款诶，规工穿水水，办真侪活动，做公关，新闻足济，迄种人咧，拢连任，这就是无掠条为虾米我去做？咱若是为着上帝做，咱会思考虾米是好。诗篇敢毋讲，互咱知影啥物是好，互我知影啥物是好，啥物是会当利益众人，啥物是会当利益众人，啥物是上帝所欢喜，啥物是互上帝的旨意伫行。我想安尼反倒转，真正会当拿福塞拿甘甜。过来，已经强调就是，人爱注重，毋是有就好啊，毋是有就好啊。社会教会已经41岁啊，毋是有就好啊。咱开始爱思考，就是咱安怎会当上帝的命令，上帝全部所吩咐的，上帝所吩咐会当进步到上帝全部所吩咐的，注重细节，然后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伫出埃及记这段起造会务内底，真重要就是照着上帝所交代的来做。上帝所交代的来做，做上帝吩咐的一切。所以咱知影，做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这句话为虾米？伫起造会务的这几章内底遐尼重要，一直伫遐重复，做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这就是咱爱。真正有一个求进步的心，因为咱是为着上帝去做。当然，同心同工会重要。咱看到上帝交代摩西来将以色列传达爱怎样来做的时阵，拢是强调团体。这就是同心同工的重要，因为上帝为着旨意伫行，伊是伫众人的中间呼召无共款温顺甲才能的人来承担无共款的职分。咱大家拢有咱所领受对上帝来的责任，咱就爱做好咱所受到上帝呼召分内的责任，做好。所以昨我甲我大汉查某囝分享一项代志啊，讲我初中我高中2年去补数学，话听拢听无，高中3年就足紧张，要安怎听拢听无，我数学拢袂晓。来发现一项事啦，
课本数学课本读有就好啊嘛。我是鼓励我查某囝啦，分内读好好，较去想啥物补充教材啦。若无吼，规工伫遐呢，挫折感真深。其实学生教育部定的课纲就是分内课本读好有，课本读有，我就甲伊讲，课本读有就基本就有啊。就袂歹的学校啊，会当读啊啦，伫遐紧张，伫遐讲听无，分内做好。其实这是生活顶面，咱基督徒生活内面，其实也爱思考一点，莫想济。咱有咱，上帝收拾咱，有限，但是是上帝所收拾的恩赐材料。咱将上帝所收拾咱的，好好发挥。其实咧。都有够啊啦，都真好啊啦。所以咧，因为安尼，咱爱有始有终，爱时时爱，咱随时拢爱有信心，有乐观的心。咱知影上帝会陪伴，咱知影上帝会带路，咱知影只要咱尽心尽力，坚持到底，照着上帝的话。咱来军队，上帝拢有伊美好的旨意，所以咱绝对袂当亲像这过去这30冬，无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面对着真多宣教的挑战，咱爱承认，咱爱承认。真多人就伫遐紧张，所以咧找着啥物方法就去军队。然后咧，3分钟热度。但是咱爱思考，今仔日主日礼拜，敢有教起工来？教导敢有教起工？咱每一项事工，咱做会到的部分，咱敢有教起工？也是做会到的部分无教起工，想迄大事业。爱安怎？结果咧，每礼拜实际爱做的，咱无做好。咱爱思考，咱爱避免。其实有始有终，咱有偌济，咱尽力偌济，然后咧有始有终，就亲像学生课本读有，基本就有高标啊。考大学就有高标啊，就会有袂歹的成绩啊。毋免讲这别人拢读迄补充教材真多，课本读无你读补充教材要创啥？这我讲即个概念啦，讲即个概念。最后，上帝所吩咐的，这就是上帝的话。咱也爱克服上帝的话，像咱大大伫启用。咱做伙念的，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是咱路上的光。咱爱互上帝的话来引带咱，大声咱爱学习上帝的话。所以愿咱拢会当伫圣神的带领下面，咱大家同心同工，互上帝的旨意伫地上通成全。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提醒阮，就是当你透过摩西命令以色列百姓来遵照你的旨意去做会幕的时阵，你也亲像今仔日呼召阮做伙来去做阮的教会，主啊！阮虽然讲知影阮的资源有限，阮的人数有限，但是主啊，你听阮，你看重阮，你呼召阮，毋是看阮外表，毋是看阮的物质，敢有亲像别人遐尼多？你看阮。是因为你听阮，你看阮，因为伫阮的
会心上有主你的旨意，所以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时时刻刻记得你的话，知影你的旨意，互阮会当尽心尽力，互阮保持了信心甲愿望，阮持续来努力，阮也会当看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助力，互阮无共款的恩赐，愿助力会当互阮会当看到阮兄弟姊妹的恩赐，也会当伫因付出的时阵，主啊，你互阮会当大家合作，同心为着你的旨意伫行，为着阮四周围的众人，为着阮所徛起的土地，阮尽心尽力来实践你的旨意。主啊，伫阮的生活中间，也求主你持续赐福看顾阮，互阮每一日拢会当感受到有主你恩典的充满。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上帝话给咱带来的勉励，下面应答上帝话，请咱做伙来献开圣诗第546首。圣诗第54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所以逐项虽有反复，我愿照主所爱。恳求上帝现时掌我，全部服侍敬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坐下面来奉献，请秋妹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献。请咱起立来敬奉献的诗歌。请坐。下面报告时间，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上第一项，后礼拜后主日是母亲节，咱教会有准备礼物，要送迄天出席礼拜的教会的姊妹吼。啊，第二项，5月份有插花班，5月份的插花班要伫即礼拜六吼，就是5月9号上午10点伫教会礼拜堂来上课，请已经报名的姊妹准时来参加。第三项，5月第3主日就是5月17号，是玉山圣学院的奉献主日。松江路教会吼，唐明辉牧师要来本会请安报告，咱本会的叶牧师要去永兴教会来报告。第四，七星中会北山区中仑教会伫5月31号拜日下晡3点要举行刘炳熙牧师吼伊的就任甲受职的礼拜。第五项，请咱教会兄弟姊妹来出席每礼拜5暗时7点半每周神讲课读经。第六项，若是有需要牧师来探访，还是举行公日礼拜兄弟姊妹甲牧师，还是咱教会中一来讲通来安排。第七项的下礼拜是母亲节感恩礼拜，咱讲道经文才会就是咱家己看哈。咱来看聚会活动，主日上午10点是主日礼拜，主日上午8点45分献歌队练唱。礼拜5有下晡7点半有每周的新港讲的查经。插会班是每月1届。就礼拜六，即礼拜有哈，上午10点，拜六的上午10点。咱来看献讲的事项，即礼拜的招待是素琴姐甲平农乡，插会是牛长老，清扫是玉兰姐。后礼拜讲道是牧师，书会是明义长老，书琴是牧师牛，领唱是牛长老，书会是我本人甲民兵执事，招待是社保姐甲苏长老。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素琴姐。咱顶周的人数甲奉献统计，请咱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咱请咱来甲会计，还是出力来提出更正。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哈，诗篇119篇100:50，台语。我读一遍，大家做伙读2遍；华语咱做伙读1遍吼。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请。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
无输讲无输无咱今日敢有新来的兄弟姊妹无吼？哈？没有哈。好，咱即马咱伫座位，咱互相来请安哈。平安。哦，这是咱来吟圣诗第398首。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咱起立吟全首，吟时请牧师来主导。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全能的上帝，愿你宽容的心改造阮，温柔的心引带阮，恩典的心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列岛闭会。